第几届第二届微电影创作比赛今仔日颁奖，首奖甲20万的奖金颁予小明的学习单。咱斗阵来欣赏出道的无字作品。微电影今年的首奖是小明的学习单。下晡的时间，敢若伫遐咧大细声，你若讲咧困觉啦。 第二届第几代微电影创作比赛200多件作品评选出21件入围，其中小明的学习单用3分钟影片呈现囡仔人伫学习过程中，甲阿公阿嬷自然的感情，得到评审的肯定，摕到今年的上大奖。那我觉得他有一点有趣，也有一点温暖，然后也有一点台语的这个温度上面哈，我觉得这个是他能够在众多作品脱颖而出的原因。另外一部台记录的台记录，录啊有几只，嘛互评审选做台记第优奖。所以爱等因愿意家己甲花雕买的皮烫落来，才通知影原来因嘛是鹿啊。 用鸭册、鹿仔甲花雕马来探讨台语，表现出基地性。台语的过去甲现在的一寡问题，有点出来啊，有在讲这个咱的台湾文书这个语言等等的这个代志。评审之一的东方辉表示，透过台语微电影的评选，让大家了解语言毋若伫生活中，嘛参环境、土地有相干，嘛鼓励更较侪人投入台语的创作。记者林雅文、小凯台北报道。